再来看，昨下晡伫云林的虎尾发生一件事故，有一台休旅车是冲足紧去弄到路边的民众甲其他的车辆，造成3个人受伤。其中有一个差不多是60岁骑乌多摆的阿伯，伊当场无心跳，阁袂喘气，送病院了后救无回来。 一台休旅车弄到面包店的铁条啊，停伫咧路边的几落台乌多摆也回弄甲东倒西歪。云林虎尾连线路即间被弄的面包店姓吕的员工，讲伊迄当阵正拄好骑乌多摆转来店的，这台车向冲来，互伊行甲摔个涂骹。就是刚好看到那个他撞过来，然后机车刚好都倒下。好。对啊，你还有去受惊就对了。对。有一位姓邱的查甫人骑乌多摆停伫咧路边，也回弄到骹受伤。好在在伊家面包店的员工2个人伤势拢无严重，不过另外一位60岁姓吴的查甫人骑乌多摆经过回弄到，送病院了救袂大。一名为欧卡患者，然后其他2名为路人及坐在机车上的民众这样子。啊，现场有3名伤者，一名欧卡送弱社，2名送云基医院这样子。阮儿子哦，我都卡进起来，即马袂惊。这台车不明原因冲撞，造成1死2伤。警方到现场对休旅车的驾驶做酒测，酒测值是0，伊讲可能是人伤忝，头戆现才会去弄到。他刚刚是讲说他可能太劳累了啦，对，他直接晕倒，就直接在里面。汽车驾驶人无受伤，不过对代志是安怎发生的交代袂清楚，由安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